想感受一下澳門文化薈萃嘅地方，嚟崗頂前地就最好不過啦！我係你嘅導賞員伊文 ，Welcome to Macau。由16浦出發，沿住新馬路一直行，差唔多去到議事亭前地，即係噴水池斜對面。沿住蘇雅利醫生街，話咁快就去到東方斜巷啦。行到上頂就係崗頂前地啦，全程大約行10幾分鐘到啦。由碎石鋪成嘅波浪形圖案路面啦，再加上歐式建築物，感覺呢度係咪好歐陸呢？可以喺度嘆下咖啡 hea 下都幾寫意㗎。不過我哋今日嘅主題係文化薈萃，所以我哋第一站去參觀嘅係何東圖書館。雖然叫何東圖書館，不過就唔係何先生起嘅。大樓啦喺清光緒20年，即係1894年就已經建成㗎啦。原本嘅主人呢係官也夫人，期間都曾經由唔同嘅人擁有過，直到1918年至由香港富紳何東爵士買入做別墅。佢離世之後，後人就遵照佢嘅遺願，將位於崗頂前地3號嘅故居送俾澳門政府，仲捐咗25,000蚊港幣咧購置中文圖書啊。1958年8月1號，何東圖書館正式對外開放，藏書大概有3000冊，係當時澳門最具規模嘅中文公共圖書館。其實以上嘅資料已經喺呢個牌度寫晒㗎啦，不過我估大家都係懶睇字，所以咪講古仔俾大家聽咯。何東圖書館咧係集歷史文化同埋建築藝術於一體嘅圖書館建築物。咁喺2005年咧，咁啊作為呢個澳門歷史城區嘅一部分啦，就被列入咗世界文化遺產。何東藏書樓咧收藏咗咧中國古籍咧大概有4000幾冊咁多啊，當中咧更加有明嘉靖年間嘅中國古籍啊，咁可以話呢度裏裏外外都一樣係咁珍貴。何東圖書館服務市民近半個世紀之後，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斥資1000萬澳門幣喺何東圖書館後花園側興建新嘅大樓，而新大樓咧就喺2006年11月13號咧就正式投入服務。咁新式玻璃建築咧同埋充滿異國風情嘅舊大樓融合，令到何東圖書館變得更與別不同。始終咧，而家可以休閒嘅地方唔多啊！咁除咗咧可以嚟到呢度咧嘆冷氣睇書之外咧，更加可以欣賞下建築嘅細節啦，同埋咧嚟到後花園呢度漫步下，感受一下文化氣息。跟住帶大家參觀百多六五世劇院，佢同何東圖書館一樣，都係喺2005年作為澳門歷史城區嘅一部分，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古典希臘復興風格嘅建築設計，加上薄荷綠嘅外牆，係咪好有浪漫嘅感覺呢？佢更加係中國第一所西式劇院，供戲劇同埋音樂會演出之用，亦都係當年葡人社群舉行重要活動嘅場所。好中意呢個深綠色嘅雕花大門啊，同成座 building 都好夾啊！呢個時候不如即刻入去參觀下。一入到劇院前廳，已經俾高垂嘅古老水晶燈所吸引，完全感受到濃厚嘅藝術氣氛。再入到演出廳，觀眾席呈蜆殼形排列，上層設有半月形嘅看台觀眾席。劇院提供一共有276個舒適又寬敞嘅座位。成個場景真係好震撼啊，好有戲劇效果啊！我咧就好想即刻整翻個豬腸頭啦，同埋着翻條 corset 長裙，化身做歐洲淑女，相信可以喺呢度睇表演，一定非常之正啊！唔得，你兩個唔可以結婚。吓？點解啊？因為你哋係兄妹。吓？話睇點睇佢都係女人嚟噶喎。咁是但啦，我做阿哥啦。阿哥對你唔住啊！天啊！又到咗澳門16蒲點有獎問答遊戲嘅時間，今集嘅問題係問百多六五世劇院同何東圖書館係喺邊一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嘅呢？
答中而又被抽中嘅朋友，將會得到澳門16浦索菲特酒店樂軒華粵菜餐廳雙人點心套餐。識答嘅朋友就快啲去到呢個網址度踴躍參加啦！